兄弟们回来了，都回来了 ！S8赛季的枪械环境真的是百花齐放，以前的老伙计们又重新站了起来。就比如我手中的这把人送外号天才少年批发商的 AK12突击步枪，简直是完美手感与暴力美学相结合的天花板。首先 AK12拥有全游戏最大的75发弹果，火力续航堪比机枪扫射，延续了 AK 家族的猛火特性。其次，它是三角洲 AK 家族中射速最快的武器，每分钟735发的射速搭配无后座的弹道，造就了它极致的射击手感。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全身伤害无衰减的24点基础伤害，在实弹中必须要命中5发才能带走对面，只适合中远距离作战。不过 AK12的优点从来不是伤害层面，而是无后座的弹道带来极高的命中率。而且经过实战 ，Necros 发现 AK12与咱们的热成像瞄具适配性拉满，因为续航持久，后座又小，在对局内只要看到人就可以稳定输出。而热成像瞄具可以帮我们减少寻找视野内敌人的时间，只要开近对面就无所遁形。下边是 Necros 的战术目镜流 AK12顶级改装方案，大家记得保存，拜拜。